楚楚的东西怎么会在韩硕身上？芊芊胡闹惯了，少君别往心里去。我们花园城向来以女子为尊，在芊芊眼里，少君和一件新鲜玩物没有不同。不想要了就送给别人，少君还是想开一些好。还是二郡主细心，哪像少城主。白喜，少城主来这儿干嘛？少君是因为我受伤了，我特意给你带了药过来。少城主客气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？你的伤。楚楚的东西怎么会在韩硕身上？那你好好养身体啊，我先回去了。刚才唐突了，那我先回了。多谢二郡主。嘴上说是生气，身体倒是很诚实嘛。那上个药靠得这么近，说我没有心，我这一整颗心都把他拿来追楚楚了，好吗？编剧就是背黑锅的，自己写的角色还要埋怨我。那个苏子英，什么时候受的伤？属下觉得他只是在伪装，少城主怎么还护着他？盯住了，我倒要看看，裴恒放这么一个人在芊芊身边，是何居心？是。